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声音的大小事。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集的单集，我是王俊杰。在我们这一集的单集当中呢，我要为大家访问到两位，应该是严格来说是三位，在我们这一集单集会有三位来宾一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现身。好，主角呢是猪头皮老师，还有黄静雅小姐。黄静雅呢跟我的合作是已经有好多次的机会了齁。那最近一次就是我得到金曲奖这一张专辑《看无》里面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上好的》，的作词人。那另外呢，黄静雅小姐她最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她的儿童歌曲的制作。有一张专辑就叫做《春天在哪位》。至今十几年呢，都还是那个很多小朋友的那个台语教材被拿来使用的齁。那猪头皮老师呢，大家就很清楚了，而且他最近还已经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在主持那个在民视主持那个歌唱的台语节目齁。好，那今天呢这一次的单集我们要访问他们两位，另外还有一位很特别的是。公视台语台心搜爱歌的主持人，他的名字叫吴国珍。吴国珍呢，也在我的专辑里面跟我合作了一首歌，叫做《先天的朋友》。OK， 那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访问是因为呢，即将在4月初的时候，黄静雅老师跟猪头皮老师他们有一个音乐剧亲子剧场哦，亲子音乐剧。即将要登场，然后呢，约时间的过程呢，我跟吴国珍两个人的时间正好不好约，所以呢，就约着我们两个就一起访问那个静雅和猪头皮老师，然后呢，再回去各自加工。好，所以这一集的单集很特别。其实我们是同时在访问他们，但是呢，我们同时又把彼此的声音都贡献给彼此的节目当中哦。OK， 那。我们就让大家准备好心情，我们来听这个是由黄静雅跟猪头皮老师共同即将完成的一个音乐剧，叫做《春天在哪位》。好，从静雅的这个《春天在哪位》的这个专辑开始，后来呢，发展成了儿童绘本，现在要发展成音乐剧。OK， 那在访问他们之前呢，一样要跟大家说，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邀请你可以订阅，同时呢，你也可以在你的收听平台底下按星星评分5颗星。另外，你也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打钢琴诗人王俊杰，你可以在我的粉丝页留下你的讯息。我每一集的单集，我在我的粉丝页都会有一则贴文后，那大家可以把你的想法跟我分享。好，对了，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一定要跟大家说。这一集呢，保证很闹，因为有猪头皮老师的地方就一定很闹，对，所以呢，过程会有点无厘头，你就跟着一起笑，一起不知如何是好就好了。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呢，台语会很多哦，那对，台语会很多，就大家听听看哦。OK，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来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今天我的来宾是高国精神师。那我们也是主持人吗？我不会国真来，我我是助理主持人。助理主持人，黄静雅是助理主持人。我两个助理主持人。黄静雅是助理主持人。黄静雅是助理主持人。我旁嘉宾的。这个今仔做我会上这个主。我会上诶。我少爷。伊陪国珍来。我陪国珍来。我国珍咧一地要放，咱唔放，我点讲过吼。吴国珍今仔来主要的目的吼，就是要来宣传。
台湾开国以来上重要的台语的亲子音乐剧啦。这算大出。大出啦刚好叫你！建国300年哦，我很要重要。梦想家普拉斯啊，啊，太严重了啦，无安尼啦。这剧本像啥？剧本是我方世伟老师研究出来的。世伟俊杰捌啦，吴世伟俊杰捌啦，有拄着。伊是编剧个导演，啊，我是监制。你监制？你即摆用做甲监制啊？你也我被推上前线。写歌、写剧本、写甲监制。抓跳到上头前。啊，要是你个叫啥？我负责伫内底演一个摇滚老阿公。啊，佮甲我编。春天地的位，所以你的人生已经行来甲阿公这个。先瑞好数一下，我甲阮查某囝讲，你紧生，你有结婚袂要紧，有无要紧先生。我讲查某人的子宫吼，25岁到35岁状态无共，弹性无共。因查某囝做医生的呢。所以照你讲是恁查某囝比你较了解啊，你共烦恼这要创？伊总想要抱孙的款。总想要抱孙的款。所以阮即个我先来预习一下。阮即个剧内底就互伊2个孙啊。2个孙啊？对啊。对哦，我用心良苦伫剧内底，因为即马足侪孙仔无啥晓讲台语嘛。即马来到阿公，我要网络，我讲你要啥假说听无嘛吼？你爱讲台语我才听。我要迄个网络啦，哈，恁兜网仔会行路哦，网络，讲个对哦，讲无对，阿公无要开哦，就是安尼个趣味就对啦。我来问一下国珍的，你等下你有法度甲因访问落去吗？国珍开始讲话紧嘞。我是听众朋友，我就是讲坐伫播音室内底听众朋友尔。我即马call in 入来啊，咱就口语的听众朋友你好，你即马听到即2位讲的即个音乐剧，你够期待？你会惊嘛？咱听众讲吼，迄一摆就8甲侪啊，毋捌感觉讲吼，敢若宣传，敢若广告节目就遮好看的，一个音乐剧，对无？一般人吼讲啊，我即摆来介绍，今仔日吴国正会客室头一位，朱玉信，猪头皮老师，老师你好。老师你好，吴老师，我细汉吼，拢看你咧解文说字吼。今仔有即个荣幸来到你的节目吼，是我一世人吼，到遮就应该有把握啊。含潮九泉就对啦。我来解说一下含潮九泉。老师，我甲你解说一下。一般吼，来民间咧讲，无甲讲九泉，因为台湾人咧讲话拢足热的。一般来讲，拢会将成语吼改1字、改2字，改做较白话。我比一个来讲，是，比如讲你讲真正解文说字哦。对，含潮九泉嘛吼。但是一般你问准确就知，人来兄弟朋友咧讲的时阵，伊会讲含潮归土，对吧？归土嘿，无讲九泉。对，就是讲华语的成语，台语会甲改1字、改2字，好安尼哦。才有即个学问的才知影呢。咱即个剧啊，连吉啦，因为咱即摆打开始嘛，歹势啦。连吉啦若发起来了后啊，国珍啊吼。国珍啊，就是内底吼演一个西公啊。好来，今仔国珍啊来甲恁解文说字含潮九泉啊，这是含潮归土，安知毋知？大家拍我安尼。哇！讲到遮，咱紧来欢迎另外一位来宾。这天人讲吼，这个我虽然是身为一个听众，但今日嘛要叫做主持人，吼，真正足欢喜，就是咱的金曲的歌王王俊杰，这是真正安怎甲请。有时啊，伊无用，就无法度请到的贵宾，包含咱的金曲的歌王朱玉信老师，嘛是安尼特别甲请吼，有时啊无用就。无一定请有呢，对，但是路边就拄着啦。即摆上要紧就是讲，你看即个缘分吼，无叫啦。我即摆上要紧就是讲，免哪有才调有一个音乐剧，我感觉咧先想都想无，请甲2个金曲的歌王来徛台。咱赶紧来欢迎，感谢搁兼编剧，搁兼咱台湾所有幼儿园内底。大家拢总伊咧管的，对，确实迄工程拢伊咧包的，迄变数大空小空拢爱先设计好。按过咱听人讲吼，老师咱听人讲，我今日还未甲伊小拄，过去来听伊的 CD 吼。安尼哦，感觉讲伊国珍是头一摆小拄着哦。对，开始，感觉讲伊迄 CD 表现出来。哇，侥幸啊！今仔日不得了，后来。是安尼，足恬静啊，佮足温顺。足温顺啊！开始吼，所以咱来欢迎。静啊，老师欢迎。大家好，我是静啊。国珍吼，他拄仔安尼甲我学了，我真正感觉做见笑的，无遐尔严重啦。毋是啦，我知影
黄老师咧想讲奇怪，我哪会迄个什物幼稚园拢咧教我的歌，我也无收着版权费啊，对无？我正咧想这嘛真实的，啊，毋过我足欢喜讲有遮尔济咱台湾的囡仔会当听遮个歌、唱遮个歌，啊，用遮个歌来陪因大汉，这是我的荣幸，嘛是我的心愿。紧嘞，俊杰兄，我遮安尼都会使啊，赶紧通甲你乱一下，啊，无人去全部台面啊，对无？我冷场吗？毋是，你有确定后见要互伊演遮西讲吗？啊，无你敢有？安尼，阮是安尼，阮是有光明顶的概念，就是讲你若要演西讲，差不多25000，吼，啊，你若要演老师，差不多28500。啊，阮佫欠一个讲琴老师的角色，啊，因为即个俊杰啦吼。做朋友足久啊啦，算12500就好啦。啊，我若干若验会使哦。验较俗啦，较8500。你着迄光明顶啦安满吼，咱就会当去巡回有无？较早迄绿光剧团有无？因四家花园嘛。啊，即马着纸风车吼对无？啊，着大家互相嘛，咱着互相嘿。无人咧甲咱互相嘿，叫咱甜面粉讲要甲咱互相，讲安尼敢若无啥想啊。咱着加减去倒位，就会当演出。咱用即个概念。那上高花园的周叔公是林美国无毋对啦。啊对啦。我有得到他的真传，所以你才刚在学习而已。来，咱这个表演当时4月1号、2号伫南海剧场、南海剧场。一日2场哦。4月1号是拜六，下早10点半一场，下晡2点半一场。4月2号礼拜下早10点半一场，下晡2点半一场。嗨，我甲大家报告者，我第一件参加亲子剧场，我才知影讲后咧演会知的。对，我嘛毋知，迄著是。囡仔袂当伤暗困啊。阮因为阮即个局是文化总会交代啦，啊文化总会甲阮说明，因较早办迄个陈南有意思吼，已经办第5遍、第6遍啊嘛。伊讲因较早拢有儿童局、亲子局，拢是下早10点半有一场，啊下晡2点半，阮照因的即个设计，啊所以吼透早就爬啊，啊就下早场看着含面啦，吼，啊下晡场看着较有元气，啊所以你嘛会当下早看一遍，下晡来看一遍。买倒会买票？买票，大家会当来阮的粉丝页叫做森林聚落，剧是迄个音乐剧的剧，戏剧的剧。有比找森林聚落。对。森林台语要安怎讲？松林。等，说文解字来，说文解字，国政说文解字，森林的台语来，说讲一个来。松就是3字木，林就是2字木，所以松林来，我赶紧让阮俊杰兄要一个日本歌星。松林呀。松3字木，林2字木嘛，拢总安尼你就知影。森林五木，松林对毋对？松林会使啦吼。松林，松拿会使袂？老师，我毋敢甲你评判啦，你啥物问我？松拿会使袂？歌王咧？松拿嘛会使无？啊，毋过即个词是迄个松林啦，北京语翻诶，对无？树拿，咱台语讲树拿，哪有咧讲森林啊？无啦，啊，都文言嘛，都古早是松林会使啦吼，松林局。像哪个了？哎呀，歹势，大家拍字拍森林聚落，戏剧的剧。啊，这个剧团吼，这个剧团是呾出世的，为着这出剧，春天里都为这出剧成立的。因为伊爱用一个剧团，才会当去接受各种光明顶的了解，才会当画面。啊，即马就欠监制嘛，啊，监制是要创啥？监制的细节爱去。随街托钵啦，爱去拜托各种资源，啊，找无人嘛，黄静雅就荣任首届森林聚落的化缘苦主，监制总监制，所以黄静雅一日困1-2点钟尔呢。阵个拢咧做人随时了。你要对，大家随说你说，即马就要找钱，啊，找场所。啊，歌要安怎处理？啊，音乐剧要安怎处理？编曲编啊，来着去念嘛，啊，你编安尼袂使，退第二个顶来吼。啊，你剧编安尼来敢袂使，对袂使，佫第二个退来顶来，所以从头到尾监制拢爱处理。像一个电影有无？监制从头到尾拢爱处理。无啦，应该是讲监制就是互大家来帮我做即项代志，啊，我带头。啊，大家拢做支持我的。啊，用你的歌做音乐剧，因为这出全部拢是我的歌啊，当然这是我梦寐以求，在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你即马搁空，搁想要有机会做电影嘛吼？无，电影我毋敢想，我先甲这出戏做好就好。你毋好是嫌恁翁钱伤济啊！无，这确实，这确实。我连我家老公的
圆都画不到，好吗？不要紧，圆有深有浅，有近有远吼，唔通勉强吼，有圆就有圆，无圆就无圆嘿。伫4月初1、4月初2，时间就讲一个下载。来，4月初1拜六下载10点半，下晡2点半；4月初2礼拜下载10点半，下晡2点半。其实吼，你若讲要 Google 吼，春天伫倒位？因为迄个伫倒位是用台语字嘛，所以是迄个伫，迄个伫是助吼，助力的助人字旁啊，正手边是啥物？嘿，我唔知影。助力的助啦吼，助力助啊，驼吼，驼就是倒手边嘛是手字旁，正手边是。他啦，有无？倒手边是人字。哦，倒手边人字呐，这样子，它是这春天主驼位，是毋是安尼？主驼位，嘿，你若用国语拍，但是有的人会晓拍台语有无？春天伫倒位，伊就拍会出来。啊，你若写春天伫倒位售票，还是讲春天伫倒位音乐剧，啊，就会跳出来。哦，还是讲黄静雅的脸书，对，文化总会的脸书，黄静雅的。城南有意思。哎，啊，朱玉信的，哦，低头配音乐的，是讲森林聚落，完全。啊，是讲王俊杰的粉丝页嘛，一定甲阮宣传嘛，是毋是安尼？啊，国真的粉丝页嘛，连续30日，逐日拢总连载嘛，是毋是？我感觉这人足够画的呢，真的足够画。所以四家拢找有呢，四家拢找有。监制应该互你做。咱两个粉丝页吼，拢差不多3-5工才有破一篇，伊就要叫咱破30日，我毋知要去倒款资料。我帮你款资料。无，咱即马无资料，就甲传讯息啊。你著转贴的。过去你做我的小编啦，老师。无，我这个月全开放权限了，你注意啊。无咱交换啦，哦，因为即个公明顶一拍27500嘛是贵啊，所以咱打折就是讲我帮你做2篇的小编。我拄小啦，用拄的做拄的啦，拄的就对。做拄的。好啦，我决定我监制扭你做。哦，啊，我感觉你监制应该爱扭。啊，无好康，无好，无啊，等你做到好康了，才互我做。哦，啊，你嘛是。即摆歹康咧，互你做。啊，咱即出音乐剧是拢台语的嘛吼。哦，台语的哦。80%啦。因为咱有一个环节，就是讲囡仔袂晓讲台语有无 ？OK。啊，伊就即马开始咧讲华语，啊，讲就会甲要求，就即种环节的转换，安尼有即个趣味的所在啦。所以你就是负责做迄个歹款的阿公。我负责来做迄款阿公吼，迄个画照有无？恐龙有无？啊，要求囡仔讲，啊，但是尾仔互囡仔嘛，家己感觉爱讲台语趣味安尼，嘿。啊，这拢有到底有写伫咱剧内底无吼？要问黄静雅，问监制才知。讲来到遮，咱安尼啦，先介绍一首歌互阮听好无？安尼哦。好啦，无咱就来听《春天伫倒位》的原曲。原版，第一版，高囡仔唱的嘿。这条歌关天关地。关天关地。这条歌差不多近20年来，大汉的囡仔拢听这条。这17当前出来的。所以即马若。啊，台湾都无人才，敢一个黄静雅，无啦，我较好运啦。阿公你嘛爱写，无？啊，所以我都写袂出来，只好甲翻唱。俊杰，你嘛捌写囡仔歌嘛？我嘛捌写过，对啊。对啊，对啊。但是俊杰吼是要拼春天伫倒位较早咧啦。这是咱爱搁时间慢慢啊，迄个有机会啦。等元孙出来，你就知。好啊，我先来听这条歌。春天伫倒位。花蕊讲伊正困醒。
春天伫倒位？我去问阿弟，阿弟抱着笑眯眯。原来春天伫这边，原来春天伫这边，原来春天伫这边。我感觉春天伫倒位，陪伴我大汉的这首歌听起来是真感动。陪伴你大汉。有哦，陪伴你大汉，陪伴你的，陪伴你的囡仔大汉。嘿啦，因为春天伫倒位就是17、18当前嘛。恁囝进族嘛，即马几岁？高2啊。高2所以足细汉时16岁，岁，拄啊伊出世迄当嘛，2006年嘛。所以2006对啊。啊，真的吗？系啊。一出世就去画着。去画着，嘿。台湾这张专辑变火呢。真的。哇！然后搁再往前推10年，1996，就是我熟悉你的时阵。干嘛呢？嘿，差不多。哦，你怎有帮黄静雅？没啦，那时候还没有，迄阵是伫角头。伫角头啊，规工因礼拜六，因大家拢伫遐啉酒，毋知咧创啥。我无啉哦，我无啉。伊就你去这坐边仔听酒。有啊，这是有，这是。啊，我想着啦，我迄阵就是开始咧主持《绿色和平》绿色儿童乐园的节目。对。所以我按迄阵开始的，可能的种下这个种子。啊，我大近时的迄阵就写好。对啦，就是那时候啦。你会记真吼？系，我会记你。对。啊，伊若假日伊就拢。我就去遐编剧呢，一礼拜编一剧。哦，你是来编剧的哦。我编迄个广播剧。哦，就是迄阵。就是迄个时阵，啊，我就一个人，一人饰多角。啊，录音师是啥？你敢知？是啥？爸布。哦。啊，配乐的43。啊，我是编剧，搁主持人，搁演员，啊，搁找2个囡仔来帮阮斗演。迄时我含国精都还袂大汉呢。迄阵你那个青少年。迄个时阵，阮真正还搁伫酒店咧佚佗。所以我原来就是按迄阵开始就想要做即件代志。原来是我即马分析起来较想对。你若无安尼讲，我就哇！啊，你这有影实在是国家社会大事呢，毋是小可简单讲啥物开一个便所去想想到的无，我按迄阵就开始，就开始酝酿啊。人生吼是免遮尔麻烦。有即种想法啦，啊没有那么的确实。所以你即马即个音乐剧个人成真，你咧先一开始拄着有法度做的是痛哭流涕嘛，对毋对？迄个过程你爱讲，互咱录落来吼，通互大家听一下。痛哭流涕啊！就是你叫我去开会啊。我袂使讲嘛，无啥物动，无啥物要紧啊。无，若无朱老师嘛，无即出剧啊，因为伊是带我入行的贵人。啊，即出剧原来伊带我去文总开会，所以真正是非常的感谢朱老师。迄个源头就是春天里倒即个歌是好歌啦，吼，对不对？你转过来这些个朋友，万不哩写一条冬天里倒位无好听，啊，你讲要叫我甲介绍迄条，我嘛足为难嘛。主要是迄个歌的好听，有意义，对国家社会有贡献，吼。啊，即马了因搁出绘本呢，迄阵2、3当前出绘本啊，出绘本吼。啊，迄阵黄静雅就讲。朱同学无你著应用吼，对啦，阮大学同学啦，阮大学拢读大气科学系嘛，所以阮阁有做 podcast 呢，叫啥？气候摇滚同学会，我是气候阿姊，我气候欧巴，你摇滚欧巴，摇滚欧巴嘿啦，反正阮就是研究气象的、气候的，气候变迁。啊，大学时代研究所的时代就开始出唱片啦，啊，这样就东母、西母、黑白母啦，啊，就是黄静雅实在足够写歌的。啊，无普通写吼，总结啦，咱同行嘛，对毋对？如果有另外一个盲人钢琴手，史蒂夫·汪德要来，你一定甲拜听嘛，是毋是安尼？袂啦，你足惊讲，会甲你市场抢赢，对袂贵。就惊袂安尼是讲输了叫人甲整尔。所以黄静雅的物件买了，我嘛足拜听啊，我都无市场啊，你搁入来咧抢。但是物件若确实好吼，你的良心会发现啦，对毋对？史蒂夫·汪德来，你嘛是足欢喜来嘛，对毋对？足欢迎嘛，大家互相。啊，所以黄静雅就是这歌好，啊，即马要用即个
用这个绘本的时阵，就讲要叫我用条摇滚板啦。伊就往那听家己的版本听甲足神啦，听我足无聊。啊，就我用一寡迄个厝边，干呢。啊！迄阵我就王静也讲，啊，咱老同学无算较俗的啦，因为我咧举手吼嘛，歹势讲迄样拗嘛吼，拗一摆无两摆，你拗今仔日明仔载你嘛行嘛。没啊，你咧起步数好个人。啊，叫黄静也就哦好，我去找预算，啊一找一档就过去啊，拢也无回答啊，害我一阵无做。嘿，啊我即马就想要出专辑吼，我专辑我就记在心里，嘿，我就写9条。就挑工咧留一条的课，要等春天伫倒位要来做。我要做之前，甲黄静也讲，我这条若做好，我这条若做好吼，迄阵就我的唱片要做啊吼，啊所以我就甲文化部发现嘛，啊就有迄个缘就结着啊，啊所以我就甲做摇滚版。我即摆做摇滚版，我就铺伫脸书嘛，啊去互文化总会朋友听着啦，伊就讲你这个好哦，以前那个太无聊了哈。啊，今嘛就讲，这个怎么样？黄静好像要弄成音乐剧啊，真的吗？来开会，啊就好做。啊，今嘛做了的，我就家己头壳摸咧烧啦。你就跟他讲要做，然后什么就是安尼开始，就是安尼开始。啥物拢无。有啦，文化总会互阮做大的支持啊。啥物支持？什么支持啊？这个杯水车薪啦。有啦，真正有经费互阮。意思啦，啊，但是还佫找人，还佫找人。斗相共因为阮想要甲做甲足精致，阮若要凊彩做是有够，但是阮想要做甲足好。阮真正爱做甲再会把北投的迄个。1/10左右的标准嘿。无啦，咱莫甲再会把北投比迄几啊千的，咱我懂。啊，毋过迄是有咱的目标嘛，所以阮就若要做就爱做好。啊，阮会一直等看迄经费当时要落来，等到今年的过年的时阵，佫还袂来。所以阮本来想讲，你就投细落啊，对无？替互完啊，无安怎。所以即摆经费就是爱靠各位来甲阮。即摆当然买票吼，尽量大家买票加减报一地啊吼，我嘛四界咧随处化缘拖波啦吼。啊，阮即摆足有信心的讲，你即摆物件做好了嘛，啊，若有人看着。吼，这也要爱，遐也要爱，对毋对？令你啥物基金会啊，啥物县市政府、侨委会、加拿大、美国吼啊，巴西、南美洲，逐个所在拢要爱。你的许愿也许太多了。朱老师即摆就成咧传道的。咱先甲即件代志，咱甲即个基础做好，做好了，啊，逐个看了欢喜。阮做用心咧做，10条歌全部拢重编、重新编，啊，故事嘛重新编啊。咱叫的是金钟奖的得奖的编剧呢，吴世伟呢，对不对？真正几啊金呢？一金，然后金曲金钟编剧。哎呦，啊，歹势我嘛摕一金曲，我嘛摕一个歌词的金曲的作词，一堆的金丝丝呢，有3金。你家己有 M 吗？卖个关子，一直咧甲设计，卖个关子，我还没有找到我的角色。你毋好家己演啊讲，就要叫别人演阿嬷。不。哦，我这是，我若要演阿嬷，迄嘛是爱 interview 哦，嘛是爱面试。爱面试的对。爱过嘿，对。佫爱互你 interview 的对。爱 interview 的，爱看上眼的，就是讲你要演一个剧啊，拍一个电影共款，男女主角是用一对吼，爱有心电感应，人咧观众看吼，才会顺啊，太有可信度了。啊，黄静雅这讲30几档吼老朋友啊吼，迄无效啦，迄个永远都无到，咱就事论事就是黄静雅歌词写得伤好。吼，啊无你若史蒂夫王达过来，就是讲咱咧加减会感觉讲，因为足侪迄个同行相忌有无吼，拢会加减对毋对？钢琴王子过来对无？阮南二中迄个钢琴王子对无来，你嘛是加减拢对无？嘿，感觉讲，卖来对毋对？因仔一直咧挖窟互你跳啊，兄弟，一直咧讲你想要。咱即马开始，原来讲国情的笑话啦，安尼你毋才有一寡素材通去用。后来说文解字。咱是要先放歌还是先？好啦，先放歌。咱才拄仔讲迄个摇滚版。啊对，来摇滚版。摇滚棒甲办一个，摇滚棒甲办一个，春天伫倒位摇滚棒，咱就来办一个，听讲没啊？马上就等来。春天伫倒
春天在倒位？我去问阿弟，阿弟目睭笑眯眯。我来春天，你的家味，我来春天的家味，我来春天的家味。我来春天的家味，我来春天的家味，春天的家味，家味，王俊杰，金，低头皮，金，还有咱黄静雅老师，我会当撞到黄静雅老师实在是足好气，因为吼，开始即摆毋是干那我的囡仔，就是讲幼儿园吼，真侪遮学生囡仔，大班、中班，拢咧教伊即条春天伫倒位，啊，人即摆吼，十几档来呢，已经开出花蕊要做音乐剧啊，老师。我迄阵种的种子已经特别已经开花愈开愈侪啊。系啊，做欢喜，做欢喜报告就是讲到底是安怎开始，安怎变做画本，佮安怎变做音乐剧，啊，即马都如火如荼。来，老师，该文说的如火如荼，我来。我要甲你打一个洞啊，因为听众吼，一来无听到俊杰兄的声吼，敢若讲无几句吼，二来嘛无啥听到黄老师的声吼。所以来俊杰听咱即摆互黄老师讲一个，就是讲，其实老师你毋是干那即条歌嘛吼，其实大家拢就爱过去若讲较爱听咱少年辈写的台语歌，有听到足侪你的作品。放花花，迄条做啥？即条歌，就是讲拢足有味的，啊，足厉害。什么？拢无红啦，拢无。无老师，放花花迄条足红的。迄红甲无红摆一边，就是讲你写歌吼，敢若讲拢甲别人敢若行无共款的路，啊，敢会当对遮起头来甲阮小讲一下。一方面是伊无欠钱啦，毋是安尼讲啦。我开始写歌，原来是受到低头皮老师的影响啦。伊迄阵书约性的时阵，阮伫大学的同学嘛，同一届拢读，拢是读大气科学系。对，啊，阮就是同班同学。啊，伊开始写歌，啊，我受到伊的影响，原来开始写歌。啊，就自始头前写2条歌，就拢有出版的机会。其中一条就是即条歌，就互凤飞飞摕去做伊的想要弹共调的第1条甲上尾1条。啊，另外一条想起，就伫水晶的版道内底发表。所以我真正真好运，头上早写的2条歌拢有出版的机会。啊，过来我搁就开始有信心，所以搁愈写愈济。搁写看月娘啦，迄张伫咱角头遮出版的迄张专辑《看月娘》，内底10条歌有哪拢我写的。啊，内底我就已经放我写的囡仔歌伫内底啊。啊，俊杰嘛有参加迄张专辑。我甲做编剧对吧？你敢若是有大提琴的？有大提琴着，哇！迄张内底的编曲有陈建年，啊，搁有郑杰任，嘛是拢金的，金，嘿，嘛是金，啊搁制作人就是张43，金，嘿，啊，所以即张看月娘就是伫角头，啊，我上早是伫水晶，原来是水晶唱片，原来是朱老师带我入去的，倒店的公司，要鹅妈妈要出嫁迄张，鹅妈妈出嫁嘛是水晶唱片发行，啊对，啊我袂记你讲鹅妈妈出嫁，因为迄阵伫办得了后，就开始是。鹅妈妈出嫁，对，办得是1991年底啦，啊，鹅妈妈出嫁杨逵，咱是要先做一个杨逵纪念音乐会啦，啊，就93的时阵9月，哦，啊，咱迄鹅妈妈是1993哦，今年是2023哦，30年哦，9月16，阮搁要办一遍30周年的音乐会。伊就讲啊，你有写啥物歌摕来啦？咱来做伙做。啊，我甲出功课啦。迄个杨贵有一个足红的小说，叫做《春光关不住》啦，春光关不住。啊，迄个小说要收入去国中课本的时候，国立编译馆。你这个片名，这个书名看起来怪怪的，《春光关不住》，你是不是色情小说啊？遐种头壳拢破了对啦。所以，这个小说伫课本内底才改名叫做《压不扁的玫瑰》。哦。恁应该无上过一个。就是较早课本内底名叫做压不扁的玫瑰。上过。阮上过。啊，其实伊原名叫春光关不住。啊，我一个 idea 就是，其实我嘛有写
缀袂扁的玫瑰，啊嘛写春光关不住。阮现场就甲大家开玩笑讲，咱即摆搁要来唱另外一个杨贵的小说，叫做《春光关不住》。啊，其实春光关不住就是缀袂扁的玫瑰是同一出，所以有即种趣味啦。哦，嘿因为春光关不住较歹唱，所以我就唱春光关不住，就是水准较悬的人咧讲的，水准较低就是讲春光关袂掉啦。迄就是黄子雅唱春光关袂掉。春哥兄，咱吼，敢若咱两个一边，啊，黄老师算伫中，啊，朱老师另外一边。因为我头拄仔讲过了吼，伊讲话频率并无共价，害我安尼压力足大。哦，是的，吼。吴老师，咱听众讲吼。我先来去哭一个。唔通，三来一个，咱听众讲，就是讲，确实吼，我相信准哥兄甲我，细汉真正是听鹅妈妈出嫁迄个 CD，真感动。春光关，感恩啊！天气渐渐啊变小热，对吧？我们真的老师这春光关袂掉，冬天较长嘛会煞，我会记咧。迄真正是足感动的过程，所以有诶是要做音乐会变做一个 CD 的专辑。有诶是一条歌，即马开出一个花蕊，即马要做音乐剧啊！哦，这正经是足奥妙佮足可贵的过程。准哥兄，我相信你嘛足想要了解讲啊，咱今仔日主角《春天伫倒位》这条歌，又搁是啥物缘分写出来，对无？我知。你甲看。吼。伊是我的代言人啦，互伊讲。我讲，我即马讲的有毋对的所在，黄静雅就补充，安尼咱才会圆满啦。迄就是黄静雅伫加拿大上无聊啦。毋是上无聊，毋是上无聊，上厝，上厝。迄个时阵，你的囡仔吼，因为即个歌17、18岁幼稚园的时阵，在幼稚园嘛。啊，黄静雅伫遐就足想讲，人伫国外嘛，啊，咱若写一个歌和台湾后台语有连结，就感觉讲，想要互囡仔会当学台语。这是一种跨时空归乡啦，哦。迄个多元宇宙归乡运动啊！无啦，主要是想讲我的囡仔会当学台语啦，啊，唱歌上好学。啊，市面上的台语的囡仔歌品质无好啦，所以家己写，哦，是毋是安尼？对无？所以咱家己来处理。所以黄静雅就写，互囡仔听，为着要互囡仔听，了不起。即马影响台湾千万的家庭，大家细汉吼，其实阮的制作人吼，伊的囡仔4岁。4、5岁，就是伊的囡仔是细汉无听过春天伫倒位的。因为当生出来无。啊，即马系对，啊，即马阮制作人是泰雅族哦。为着要做这个，逐日拢爱放嘛。啊，因的囡仔听就学起来，啊，就要求因爸爸讲，爸爸念给我听。哦，爱着春天伫倒位，咱就硬要逼泰雅族，佮甲咱学台语吼，歹势吼。啊，所以即个歌毋是讲影响10几冬前，即马大汉才20几岁尔。你即马吼，佮过10冬，你佮甲牵落，共款佮影响后一代。因为台湾无人才啦。凶杀啦，凶杀！久久啊出一个人才，像俊杰嘛想要写囡仔歌，但写袂赢黄静雅嘛，是毋是安尼？俊杰啊，你害我得罪我。甲拍无要紧，我互你甲争，甲国争。但是我讲一个用国家甲争。但是我讲一个我的亲身的经验吼。迄是有一日，我咧甲阮祖囝洗身躯的时阵，伫咧会镜仔内底，因咧喊即条歌，我规条起来，中大下有教嘛。我将去我的 CD 的图啊，摕出即块，就是黄条即块吼。就足早前你就有啊了，对啊。我著家己拢会买啊，就是讲迄个台湾人写的歌。你是捌放互伊听过吗？毋是。因学校放的，伊学校教过了，我讲爸爸有 CD， 你敢知？结果转来伊就规地要听规地啊，伊内底几落条就是大惊喜声，就一直要听。这是我家己的经验，就是伊差不多4、5岁的时阵。对，啊，都即几年的代志。伊听袂深吗？大惊喜，咱听人讲，就是讲老师咧讲的，台语的材料实在太少啊，所以变得讲。迄个华语，对，就是讲华语的材料足多。台语囡仔歌毋是无啦，但大部分品质无好啦。这品质较好啦。有少年人开始咧做较济，因即代的台语儿歌有啦，台语囡仔。我甲黄老师，台语咯，你知嘛？老师我知，啊，老师咱讲到遮吼，我称呼你静雅姐啦，吼，我甲静雅姐坦白讲，黄老师嘿，静雅姐，我迄人叫我静雅姐。啊，原因就是讲，你讲的这吼，我甲朱老师伫我心所爱的歌，公共电视迄个节目吼，讲过的拢加掉啊。因为即摆少年人写的台语歌，老师即摆偌自卑，你敢知？对啦，我讲，我去上国精的节目，啊，国精甲我问一个回应与挑战，啊，我是用疼惜的心情去鼓励即摆的少年写歌啦吼。
啊，若声都无好，佮继续认真拍拼。你上一代已经得罪了，要得罪下一代。啊，著拢加掉，因咧制作人就讲，讲电视就是一种吼，就反正各方讨好，无什么关心的媒体。为什么拢加掉？是因为你若骂人就袂加。我主持人，你甲我加掉无要紧啊！啊，你讲啊自卑，你讲的话拢老，你讲也无加。但是我无骂人安尼哦。啊，你著讲有啥有问题，当来问。会当啊，有问题问国政啊，问我绝对甲你解决。黄老师，我听人讲就是讲，即摆的少年家伊对台语有一情，毋过吼，我即公开吼电台，我嘛讲兄弟啊，我讲真诶，因对过去的文化不够虚心，所以吼，伊即摆就是家己。家己发明，家己发明就是讲有足侪，其实毋免发明新事的物件，伊嘛敢若自作聪明去做即个吼。咱讲正经啊，这对古台语是一种伤害，因为你无虚心去听较早的歌，无论是讲老歌还是我来说文解字啊，我来。这我会体会，老师正经这我会体会，所以我有较感慨。所以春天伫倒位，即个真正是足宝呢。啊，即个足奥妙，伊迄个事国家宝藏伊内底事其实真简单啊，拢是咱生活中的看到的物件，像金丝对无？红菇粿，佫食会着嘛。啊，佫一寡较趣味的，像庄啊，加倒石头啊纸，咱咧猜拳的时阵，才会迄个念谣，才会念谣。啊，佫啥物餐衣，啊狗啊猫咪，其实拢是咱囡仔会看到拄着的物件，所以我的歌其实足简单啦。啊，即摆就是足简单的物件，要甲变做足精彩的音乐剧。啊，奇怪，哪会安尼无找阮王俊杰金曲歌王去插一个花仔咧？无，你，伊咧无用。这我会先讲，我等下去后要先讲，伊就较歹听。我就是有先问过俊杰，你看，啊，俊杰甲我问讲吼，啊，牛算偌济啦？你看，我就倒去问啦，啊，问了，我就毋敢和俊杰联络啊。无啦，因为咱打开始吼，咱逐项拢足拮据吼，拢安那。所以我找乐手啊，也是找演员，拢先甲讲就好。哦，啊，你普通时去单一场偌济，15,000哦，啊5,000过来吼。就是大家为着国家、社会、文化、历史先做啦。啊是，啊，连你我有机会补你，我嘛逐家嘛俊杰安尼讲，啊俊杰逐家拄着我，你顶下毋是讲要补我，啊，即摆到底是补我当时啊？有啦，俊杰我有一日一定会补你。哦，我应该30岁应该有啦。吼，啊你嘛保重，你嘛过30-50岁哦。中路你毋通到时我要行，无通行，你着大家拢保持健康嘿，咱随时。麻烦你个时时讲。时时咱随时。俊杰，我甲你讲。那朱老师咧讲这我要信，因为我迄讲撞着咱民谣歌王刘福洲，刘老师甲我讲，国政啊，别项我毋知，那你对无吼？我就知影什物歌我都拢会晓写，所以若连讲你若安怎的时阵，我嘛有唱看望歌，我免费甲你唱。啊，朱老师会当免费甲你迄落呢，主持呢，对无？做礼拜呢。我欠俊杰啊一大地，所以我一定一世人嫌袂尽啦。一世人感恩不尽吼，所以俊杰你等我，我逐日拢甲你藏伫我的心肝头。恁两个缘分是安怎来的？我嘛毋知安怎来。敢若嘛是1995啊，1995啊9。哦，不是酒友。迄个时阵，若只要募款会参会。我含俊杰拢是伫阿扁后台拄着，迄即马啦。嘿啦，对毋对？嘿。哦，啊，尤其困要选啥物人，对无？啥物人要选拢伫后台拄着。迄阵是第一历史好评啦。我那是历史好评。我伫好小好评嘛，主持7-8档啊。嘿啊，然后因后逐件有募款的啥，就拢叫。就拢嘿啊，啊所以就安尼小拄的。好。嘿，好来，最上重要的代志，佮阮讲一件就是。好来，上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吼，4月1號、2號，拜六禮拜下早10點半一場，下晡2點半一場，攏總4場吼。啊，咱普通時啊吼，若準要找，票價是安尼啦，分做600塊、800塊啦。真正不敷成本啊！啊，就是600塊，就是較遠嘛，啊800塊較晏嘛吼。啊，你若講佇3月，600會吹電風，800才有吹冷氣。對。啊，你若講3月1號。好 ，OK 呢？大家，总之你听朱老师这么闹哦，应该也是觉得很好笑吧？好，不管如何呢，希望大家可以去支持这样一个很棒的亲子剧场。那这一集的单集，也谢谢大家耐心的收听，我自己还是觉得很好笑。最后我们来听这个绘本版的《春天里的雨》，让你感觉不。我来让大家听听看这个静雅版的《春天里的雨》，让你感觉看看
静雅版的气氛，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好，我也会去看，对，我很想知道他们在搞什么。OK， 好，欢迎你可以留言给我哦，拜拜。春天伫倒位？我去问花蕊，花蕊讲伊食困醒，叫我去问露水。春天伫倒位？我去问露水，露水讲伊在拍水，叫我问白灵丝。叫我去问阿弟。